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，照伊所定着的时间，互咱3到6礼拜。特别今仔日是主日，也佫是咱新春正月初一，即款的欢喜加上欢喜，恩典加上恩典，即个日子，咱3甲谦卑伫上帝面前，领受伊互咱的听祝福甲使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，你拢互阮深深体会你的听，因带保守阮。特别伫即个点，台湾人也是侪华人，大家3甲团圆、围炉交陪欢喜的日子。主，阮要大声来到你的面前，将一切感恩细声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主你甘纳。特别恳求主你即时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到你活命话中间的真理。恳求你开阮的耳孔，互阮会当谦卑听你亲自对阮的邀请，对阮讲的话。开阮的心灵，互阮会当拍开心，通互主你来改造阮、改变阮。愿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交托，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。愿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2013年已经是2月初几啊，所以2013年咱已经经过40天啊。今仔日咱会做一个新的开始，是因为咱知影踮伫咧咱的习惯，旧历年啊，旧历年是一个真要紧的节期，尤其是旧历年含咱四季的运转真有关系。所以咱踮咧旧历年新春3甲主日敬拜上帝，这是一个真互咱欢喜嘛重新开始的日子。踮咧旧历年有一个特色。咱今年讲叫做处牛好兔龙蛇吼，即个蛇的年吼，人叫做小龙年，意思讲吼，无爱互蛇家己独立啦，伊爱甲龙吼夹斗阵，这毋是吼，干那龙甲蛇若定。咱内面有绣蛇的无？哦，多谢哦。即个吼来多谢这个表示12岁是不是？所以吼，这真趣味啊，就是讲。若有绣鸡举手，你就知影讲，这可能是12岁，这可能60岁，这可能48岁，12年算一轮。这，互咱会看到讲吼，迄四季运转的中间，用这个生肖，互咱定心阁一摆来想。其实，咱捌看到老师甲咱讲这12只动物吼，因拢毋是一只家己独立的吼，拢是2只夹斗阵，2只夹斗阵，亲像鼠甲牛斗阵，虎甲兔，鼠遮尔细只，过来为什么是牛？当咱讲到鼠的时阵，拢会讲，迄敢若亲像是一个聪明智慧，的一个表达。但是牛咧，牛实在是真安尼温驯，真骨力，伊袂变单，要安怎做，伊实在是真骨力。所以，将智慧甲将温驯奋斗甲放斗阵，人才会当得到利益。如果一个人敢若有智慧，结果变单，咱定定讲这款人叫做小聪明，对不吼？明明就真巧，但是就无要拍拼咧，咱就讲伊小聪明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敢若咧真温驯、真拼，但是袂晓弯巧、无智慧的时阵，咱会感觉无彩，敢若亲像较愚戆共款。所以一个人若有智慧，然后佫会当拍拼，佫会努力，这个人生才会成功。虎甲兔甲放斗阵，虎是非常的勇猛，非常安尼很猛的野兽吼，真勇猛的野兽。敢若亲像咱的人生中间有当时嘛，就爱较勇敢一点嘛，较紧一点嘛，较勇敢。但是兔仔咧，咱讲狡兔，这个兔仔阮当有3个所在通好去觅，伊这个觅袂当就觅去遐，表示伊是真谨慎啦，其实毋是狡猾，
迄是表示伊的谨慎，所以伊先甲要走的所在先准备好。即个谨慎甲你的勇猛甲斗阵的时阵，人生会得到帮助。咱一个成语叫做胆大心细。啊，若真正敢若勇猛的时阵，无谨慎，咱会讲这人真粗鲁，做代志安尼吼，咱就较幼弱一点嘛吼。啊，敢若就勇，看起来敢若真正义啊，真勇敢啦。啊，毋过实际上伊走一直去啊，代志无一定会好势。但是如果若敢若谨慎，无迄款应该有会勇敢的时阵，咱会讲即个人惊吼。做代志惊吼，袂着顶啊，对吧？哈，所以你会看到两款的动物吼，其实伊是夹斗阵的，啊，龙甲蛇咧，敢若龙咱毋捌看过，但是咱对龙的印象，拢是敢若亲像迄坐伫个古早王吼，古早国王啊，古早皇帝。迄甲龙是夹斗阵的，古早皇帝甲龙夹斗阵，来表示伊迄款的王座，表示迄款的光强。迄天主吼，迄是敢若天的囝，都敢若伊一个人尔。所以迄龙表达出伊迄款非常的光强，讲的一句话讲出来，都是无用改变。但是若敢若安尼的时阵吼，咱拢知影，伤光强吼，迄无退的，没有退路。敢若像物件叮空空，逼一个会断去啊！啊，断去就无通救啊！啊，蛇拄好倒柄，咱若讲到蛇吼，拢会感觉这阴森森的吼，啊，真柔软，甚至真韧性哦。那换另外一个角度看，真韧性吼。所以龙甲蛇，互咱碰斗阵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一个人，如果若真刚强，敢若亲像皇帝共款，啊，伊吼。袂晓挡势啦，吼！啊，但是伊若敢若像蛇共款吼，佫伤阴险，所以即两个夹斗阵会互人的性命无共吼。咱今仔日敢若讲到遮吼，因为今仔日毋是要讲12生肖，毋过互咱看到两款夹斗阵吼，咱的性命较会当去处着一款的平衡，还是处着一款的调和，吼。生命中间实在是需要对无同的角度、无同的观念来看，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生中间会无同。咱拢会记得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，主耶稣伊要差派学生出去的时阵，伊讲我差派恁出去，就敢若亲像羊入去豺狼的中间共款。所以恁就爱大意讲吼，所以恁就爱灵巧亲像。爱温顺良，亲像要灵巧像蛇哈，然后要温柔像鸽子。主耶稣嘛，一直咧甲咱提醒，咱的人生的生命中间，常常毋是对一款的角度、一款的经验、一款的体会来明白家己，来看你所要做的代志。你都要对另外一个角度、另外一款的体会来看人生。那对安尼的时阵，咱所过去一年，无论你是讲2012年，还是你是讲一年，虽然有侪顺利的所在，嘛有真侪亚线跋倒，互咱感觉真忝的时阵，若是伫即款的时阵，到底安怎来回顾，安怎来看？所以拄啊，圣经咱所读的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。伫即个所在，拄好，互咱看到一个新年要开始的时阵，咱看上帝伊通过先知所互咱的话，咱看伊头前特别是27节，因为即段经文咱会晓吟有诗歌，咱嘛会晓背，咱常常是放伫个30节到31节。少年人也为先，勇壮的人也为跋倒。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气力，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，因走也无野，因行也无限。这是咱会晓背的经句。毋过咱请注意，伫27节，伊就来甲咱讲生命的实况。
无论是一个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族群、一个以色列的百姓，拢会碰到这款情形。安怎讲？我的道路温密伫耶和华，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。这个地方在讲到2件事情哦，27节，伊咧讲吼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也就是讲，伫上帝面前，伊哪会无甲我看？他根本没有看到我，我的道路他根本不理我，伊无要插我共款。我的道路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煞稳重起来，稳捌起来，无好看到。第二句话讲，我的冤屈，上帝不查验，我拄着冤枉，结果上帝无甲我料理我的案件。和合本圣经是讲我的冤枉，我的冤枉，我的冤屈，这款的冤枉常常碰着呢。有当时咱会碰着讲啊，莫讲啦，莫讲也无效。你敢毋是会发现这款情形？伫遮拄好甲咱讲到咱人生常常碰到的2项，咱的冤枉到底要安怎去行？有当时拍拼甲要死足认真的，足认真的碰到人讲话，即摆大家讲话可能较自由、较自然。咱就碰过这款情形，常常听人讲被浇了冷水尤其是伫服侍的时阵你会发现对无？服侍的时阵，咱真拍拼，点样做？有当遮人一句话讲，做伙要创啥？敢若像一个冷水安尼，甲你规旁冷水，甲你压落去实在是有影感觉就无好势。我最近常常听到伫个总会事务所，常常听到总干事张德强牧师伫分享一项。阮踮咧总会事务所斗阵服侍已经7年半，到今年6月就要下课8年你就知影讲这7、8年来踮咧总会事奉有影常常会碰到冷水。张牧师讲有一摆一个老先辈张牧师已经坐半票啊啦，所以若中辈就表示搁大一轮讲，加早是甲你压冷水伊若用烧水甲你灌落去，看你要安怎有影呢？加早是讲浇冷水，不是浇热水你若拼到要死，如果浇热水落去，马上受伤。我当然这是开玩笑，不过用这句话甲咱提醒。当大家到阵咧办公室讲，被浇冷水，点都爱感谢主倒转来看，别人的否定无毋对，有当时咱看到咱的冤枉，上帝敢若无要料理。即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你看你过去2012年中间，到底有偌侪时阵碰到即款情形？到即马，迄个冤枉还佫无上帝，还佫无要料理。到即马，明明是做为主做工，明明是为着疼人，明明是咧服侍人，哪一句话翻头过来，哇，煞伤着你，敢无即款的吗？会常常会因为人拢伫咧有限甲软弱的中间。咱讲话，咱表达，拢一款习惯性。有一个大家甲新妇两个一直搭袂好势，真是的。旧年去甲关心，哇，这个大家是安尼斗甲要死。我就知影毋是安尼，这新妇就真乖咧我嘛真温驯啦。是敢若有当下小可，咱会讲较无变化，较无灵巧安尼比较不灵巧。他做甚物代志？然后用我来看，第三者来看，伊实在是真体贴，真替大家想。但是即个大家看到感觉讲这新妇做啥伊都袂满意无偌久前是安怎呢？因迄个4楼顶头5楼，咱会创啥？咱当然嘛是芳棉被若无就是种一寡对即个大家因住3楼。就爬去4楼，你讲去5楼，就会去顶头种一寡物件。迄摆去关心咧探访的中间，两个咧顶头物件收收的，伊新妇升落来就知影我伫后壁就念伊就要来门阁甲我关起来，要去订门阁甲我关起来，安尼啦。当然，迄个新妇是感觉足冤枉的，佫袂用甲大家讲。其实换做咱拢嘛知影，你知影伫咧阳台门若无关安怎？迄个阳台的风甲咱普通一个门下骹无共呢。住1、2、3楼无关门是行喺网仔入来。你若伫咧阳台无关门是行喺砰砰砰，迄到时4楼就先甲咱抗议。所以即个新妇感觉足冤枉的。
因为一礼拜咱真自然，特别是顶楼门就甲扭起来。连即款代志就踮咧讲台顶讲，但是偏偏咱伫日常生活中间就充满即款的冤枉。咱敢毋是常常会甲上帝讲，我的案件你哪拢无要甲我料理，你嘛甲阮大家小讲一下，对无？即款常识，按阳台落来，我门当然嘛爱扭起来，遐无锁啊吼，都无锁。迄是无锁，你开者就开啊！即款冤枉太侪，若大到大到公司的代志，去互顶司甲咱念，甲咱安尼奇怪咧，明明我都叫无来。这是第一款。咱回想看，咱伫2012年到底偌侪时阵，即款代志互你压线。互你灰心，甚至跋倒，无想要阁做忝嘛，到遮就好，想要交出去。伊第二项伫即个所在咧，甲咱讲的是啥？我的道路稳密伫摇花。咱同惊即款的，人毋捌着煞，连上帝的面前竟然无看到咱所行。我的路竟然伫上帝面前稳密去，稳重去。有当时你会发现安尼哦，人若毋捌，人若无了解，有当时咱个。吞会落去，对无？伫祈祷的中间，甲上帝靠赖就好。但是有当时迄款的忝，迄款的亚线，是伫上帝面前，咱会感觉迄个道路稳密。敢有影耶和华上帝无看到吗？敢有影耶和华上帝无插咱吗？你感觉安怎？你有当时会感觉安尼袂？好像上帝不理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拼到要死，这么认真，这么努力，为什么好像连上帝都不了解我，连上帝都不理我？坦白讲，我嘛捌有即款的哦，我捌呢，捌讲那像上帝点点无要讲话，会点是安尼，对无？上帝点点无要讲话，即个稳密就是咧讲一项，即个地告咱亚线，地告咱忝，即个咧讲着甚物呢？其实真要紧的是，真侪时阵，咱会问为什么我伫即个所在，为什么我做即款代志？咱的生命中间会走一款的迷失出来，咱讲迷失哈，好像迷路了一样。雄雄说沙无我，沙无长。雄雄说唔知我咧做这项代志目标伫倒位，迄意义是甚物？敢若亲像上帝连我的路，伊拢无要插共款，连伫服侍顶头拢会有一款时阵哦，别人无冤枉，破啊声真大声，大家拢真肯定。一个聚会结束了后，人甲你感谢；一个服侍，一个活动结束了，大家拢甲你鼓励。甲你感恩，因为若毋是即几个周边的，咱无法度做阵享受即个聚会。真侪时阵，迄个破声对人来的肯定并无消失，但是你家己安静落来时阵，并无即款的感动。迄个时阵，就是以赛亚伫即个所在讲，以赛亚家己嘛深深去体会到即项。保罗嘛捌到即款的啊。保罗伊家己常常地谨慎即项，我的服侍道路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到底有稳密去无？有无去无？伊同惊的什么？伊同惊的讲哦，我将福音传互别人，结果家己安怎？结果家己煞失落去啊！家己煞失落去。对，我的道路稳密伫耶和华嘛，敢有影安尼？即两项。一个就是别人无了解冤枉，别人的否定；另外一款是正人，世间大人拢真肯定，也毋过我家己，当我家己一个安静的时阵，未满足，雄雄沙无长，迄目标到底伫倒位？且找找无着迄个意义。人生的道路煞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敢若亲像去稳密去，这会地到咱真野心。甚至跋倒，所以先知伫即个所在甲咱讲，爱会记伫耶和华上帝伊袂野，伊无善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。咱要恳求圣神帮助咱，伫蛇新的一年也好，也是2013年的中间，咱要亲像迄两学生。伫因人生的道路顶头，
因同款就亲像以赛亚伫遮所咧讲的，因感觉亚神啊，伫过去这几年缀耶稣三甲斗阵，看伊做足侪代志，伊嘛差派阮出去，阮嘛捌赶鬼，捌医病，阮传上帝国的福音，两个人一组出去，这些代志阮拢捌做过。但是到这个时阵，敢若已经结束啊！好，要下课啊！为什么？因为阮的老师互定死啊，结束啊！阮就要搁倒转去原来的道路，转去阮原来的情形，转去阮原来敢若好亲像耶和华上帝路还搁稳密起来所在。路加24章上尾也咧甲咱讲到，这两个学生因原来的故乡迄个所在行，人生的道路顶头有一段敢若真热情的时间过去啊，有一段敢若甲上帝真亲近的时间过去啊，阮搁倒转去原来迄个旧的我，迄个过去的我，迄个会野心，迄个会互人否定，迄个会跋倒，迄款的处境的中间。咱注意看到今仔日所读路加24章，特别是32节，因点咧讲，迄个时阵咱的心感觉安怎？因两个讲的时阵，因讲台语圣经讲安怎？32节讲因讲安怎？咱的心减无热嘛，咱的心减无热嘛。啊，咱的心热是安怎？是头前讲，当伊开拆圣经的时阵，咱的心减无热嘛。请咱将这两个甲夹斗阵吼。常常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恳求圣神帮助咱，迄个时阵咱的感动会出来。所以这两个夹斗阵，有当时啊吼，咱有真侪时阵碰到足侪感动的代志，咱来将上帝话甲诱入来检验这个感动。当主耶稣甲咱开启伊的话，上帝亲自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面的时阵，圣神同时阵做工，互咱迄个心会热起来。当圣神若引带咱、感动咱要做一项事的时阵，同时阵伊会将上帝话命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所以这两个夹斗阵的时阵，学生生命的目睭开开。因看到国外的主，因知影国外伫规个生命中间的意义。所以今仔日咱新春正月时，咱恳求上帝帮助咱。这是一个过程，请你注意31节咯。因目睭开了后，过来安怎？念伊条啥？31节讲安怎？因的目睭开，就认得伊，认得耶稣，对无？过落去讲啥？两边无搁看去。嘿，那无一直互因看着吼，对无？请注意，主耶稣圣神伫咱生命中间，伊随时拢甲咱三甲斗阵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目睭开；有当时啊，佫无看去。迄个无看去是肉体的目睭无看去，但是心灵的目睭一直要互咱看到主伫咱中间所做工，将话命的话开拆，互咱知。圣神互咱的心热感动，两个三甲斗阵的时阵，咱就要经验着先知所甲咱讲的，亲像鹰鸟体势飞悬，行无野，走袂顺。新的一年，咱实在是需要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人生道路顶头话命的目睭常常会当开，虽然有时会阁无看去。但是毋通灰心，毋通失志，圣神的确会帮助咱，佮互咱的目睭搁开，看到咱生命的定位，看到咱生命中间所要服侍的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怜悯的主，听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诚做亲像先知所讲的，独独倚靠耶和华，听候耶和华。因为当阮倚靠主你，阮听候主你的时间的时，阮就要定心得到气力，亲像鹰鸟体势飞悬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伫阮人生每一个要紧的日子，每一个你祝福的日子，阮的目睭拢会当开，会当光，看到主你极大的救恩。
愿咱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